後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溪頭，空氣真好，真濟人愛去爬山。但是有一個民眾昨日去行溪頭的時陣，看到一間建築物的厝頂竄出着烏煙，是竄超過2點真久。原來是一間飯店排出着烏煙，原來是因的頂樓出問題了。南投縣環保局講要罰款。有人翕到遠遠的厝頂一直出烏煙，衝起天頂，煙霧佇空中散開，未隨哩放濃煙，前後有2-3點鐘。出烏煙的竟然是這間飯店，佇南投好山好水的出名的景點——溪頭自然教育園區。觀光區，伊排煙總是較唔好啊！會想說污染空氣之類的。這山面生態資源真豐富，有森林三寶、分多種、負離子甲高含氧量，有真個鄉親專工上山去運動。5月19，有人發現厝尾頂佇出煙，本來當作講是火燒厝，我今才發現講是咧排烏煙。鍋爐的部分明天就可以恢復。他們啟用那個備用的鍋爐，那因為備用鍋爐不常使用，所以在剛開始在使用時候會有這個積碳排放出來的情況哦。業者講樓尾頂排煙無正常，有隨去巡，才發現講是火頂出問題，有通知廠商去修理。不過飯店排放烏煙甲污染物，南投縣環保局稽查後確認講已經違反空污法，會當罰10萬以上300萬以下的罰款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